哎，小姐，这是文艺部。先生，你内底，我甲你介绍。杨生，甲你介绍一个，这是新来女歌手爱爱。杨生你好。隔壁是练手室啊，涂上甲孙小姐练拳，我甲你介绍。涂上，孙小姐，歹势，甲你介绍一个，这是新来女歌手爱爱。爱爱，你唔是水神姐啊？我即摆叫爱爱啦。是啊，大家拢爱你啦。父さん、水神姐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涂上，正常要交接物件，即摆放伫倒？哦，放喺外口。水神姐啊，哇，这台piano老大台的啦，这是你练唱咧用的哦。嗯。我听讲哥伦比亚的练唱是真大间、真水，果然是真的。哎，你会当来阮哥伦比亚唱歌，足欢喜的呢。我真欢喜咧，我心中强要跳出来，想袂到我会当来到台湾上大间的去播会社唱歌，真正我感觉你做面梦呢。哦，阿高，这拢是真个呢？嘿啊，哎，我使纳凉啊！好啊，你去啊？啊，你替别人做咧袂通亏，啊，拢袂计较。袂啦，反正无出货，英雄嘛是英雄啊。啊是讲我知，你想讲有一天会人升起来做管村裤的哦？我这无爱咧，管村裤是要创啥？上好会当去二楼啦。二楼？你是去介到二楼遐唱歌的哦？是毋是爱爱对无？我警告你哦，你莫胡白讲啊！啥物叫我？啥物叫我？阿卡，来你来者。部长，啥物代志？最近要送的拢交清啊未？拢交清啊？煞去那年是对倒？无啊，伫试公民车。要开啊倒？多谢部长。啊是打卡拉，会叫妇女伊囡仔使。真假假？那又毋是二楼？你也就是讲，无啦无啦，我怀疑，我怀疑。多谢部长。来了来了，来，好大了好大了，好大，来，到。哎，阿君玉啊，啊你毋着打？啊，饲鸡未？无啦，自我对恁来酒加了，我的酒量变得真好啊。嘿，安尼甲你看起来，你敢若是心情郁卒哦。迄若是真正心情郁卒哦，搁较会加啉一寡，才会当加有球哦。啊是安怎？啊，君阳转去泡友楼，电脑咧郁卒。我听林秘书讲是你家己要去保佑路的，啊，可是我拢上无你留的。我知影是为着啥物，是为着伊。嘿，啊你要讲就讲，啊唱啥物歌戏啦？啊，就自古有人讲吼，红颜是河水啦。红颜。我甲苏阿长哦，定定去哥伦比亚吼做伴奏啊，别人看袂出来，我甲伊吼是目睭金金，看得出出。嘿，啊秋林嘛，你到底是要讲啊毋讲？啊，啥物红颜，啥物河水？是，哎呀，红颜哦，就是水查某囡仔。水查某囡仔。哦，安尼你的意思是讲君玉去杀着哥伦比亚的水查某囡仔？我无讲哦，是你讲的。安尼就搁较奇怪呢。啊，若真正去杀着水查某囡仔，更加会留伫遐才对啊！啊，人咧讲近水楼台先得月啊。啊，有遮简单，伊哦有伊的苦衷啦，是毋是啊？无啦，你莫胡白讲啊。好啦，啦，军玉哦，离开哥伦比亚嘛袂歹啦。啊，你文艺协会讲要出杂志，毋是讲足久啊？啊，毋是？是啊，贵老板讲吼，要赞助我出台湾文艺啊。我才去遐的。安尼你以后就袂写歌？
谁讲我不爱写？我电脑写愈济。哦，遐尼大贴咧。来，摕我看卖。啊，搁写遮济啊？嘿，君瑶，你实是个，我配合你。春江客，采茶花果，未来梦，红来花果。嘿，君瑶，你实在实力呢，我真正配合你。不感动啊！我若困袂去哦，就起来写。啊，写就愈写愈济啊。哦，啊你看来啊吼，爱背首诗歌才会一条一条出来。吼，啊，你有想要试看卖？安尼看来，你嘛是咧背想诗哦。无啦，啊，无你若写者，我哪有写做啊？我搞咱这条尔。真诶呢。我想着以后哦，咱大家做伙，咱就用叫做歌林会，安尼好无？讲话袂歹。袂歹啊！歌林会，来，啉，来，歌林会哦，来。啊。幼卡来对大家献唱。林秋啊，啊你请伊来。对大家献唱啊！有卡上唱啊，遮尔好听，若是讲献唱，安尼我伫戏园讲口碑嘛是献唱咯。优卡小姐单的三味线，音准够有味，实在会当叫做音乐专家啦。有一路做两位大师的学路，优卡真满足。啊，来，好。这杯酒啊，感谢台北名艺团来甲咱献唱，哈，来。不过吼，唱歌啉酒会上难熬咧。哦，安尼啊。无要紧，因落做的即寡人拢是有才情的人，甲普通请我啉酒的生理人无共款。恁是以歌会友是毋？歌词好啊。优卡小姐，这个词毋知影，请你拣出你上介意的。对啦，麻烦你敬一下。有卡上你做你敬。这首是林秋的啦，有罪不归去敬着你啦。
芳，遇着骨头就轻松。爱阮世事拢照办，干那会晓顾一项优卡。今仔日我食味袋哦。免，今仔日我食足饱，饱够醉，大家小酒饮回房啊！皆様にご紹介します。本社新しい文劇担当周先生です。はい。周と申します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我刘立浩，刘立浩。唐先生、楊先生、ちょっと会議しましょう。はい。ウヤホエのレコードをよく売りますから。皆さんに教えたいこと2件があります。第一、ウヤホエの物語のレコードを作りたいです。ウヤホエ50曲半。社長さん意思是講無唱無曲，就像廣告共款。それだけじゃない。我想要請詹天馬先生來講這個故事。もちろん音楽的部分嘛是需要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那安尼，这个故事要谁来编？向下的事就向来編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で、第2話、ウヤホエの宣伝はラジオ局にしましょう。社長さん、今夜是要互顺顺来唱。もちろん。但是顺顺最近不是身体无啥爽快。そうですか。じゃあ、愛はどう？只要有時間練習，我想應該是無問題。じゃあ、愛に任せよう。はい。さて、皆さん、これからよろしく頼むぞ。はい。はい。先輩。阿高，嘿，你好，神好运啊！无啦，无啦，无啦。干巴的。多謝先輩。阿剛，你來一個。沙老，我來啊。這你去查一下。哦。經理。你來啊。社長哦，看你骨力，腦筋嘛真活，有意思哦，要栽培你做業務員。啊，你敢知影業務員愛做啥物工課？請經理教我。來，這是咱的卡塔羅句。業務員的工課，就是去推銷本會社出品的曲盤。大聲，你一定要把本會社出品的曲盤記較真實，才會當對人去介紹。過來，每一個產品的特點，你攏要了解。才會當哦，甲人去說明，另外口才愛好，才會當說服人去買咱的物件。這三點是咱做業務愛有的能力。除了這，還佫有上基本的能力是啥物？你講看覓。是毋是愛較有笑性呢？愛有誠意，而且愛骨力。哈哈哈！真有巧。來，以後你坐這。若是有捌的哦，甲阿剛請教。阿剛，這先來阿高。先輩，這拜託你啊。叫阿高歹聽呢。以後也是叫你阿峰好啊。嗨。